係啊，最近秋官嘅女 Winnie 就行學校時裝 show 啦，就連秋官都有去支持喎。咁唔知秋官又贊唔贊成個女做模特兒呢？點樣可以促進父母同埋仔女之間嘅關係呢？當然最直接嘅方法就係俾多啲支持同埋鼓勵佢哋啦。呢日啦，秋官鄭少秋同埋官晶華呢，就特別去到大女嘅學校欣賞大女有份擔任 model 嘅 fashion show 啊！其實喺呢個咁繁忙嘅社會，父母要抽時間陪仔女已經好難㗎啦。所以身為公眾人物嘅秋官，響橫店一返香港就即刻抽時間同太太官晶華以及女兒泳希一齊睇女兒泳欣 Winnie 為學校時裝 show 擔任 model， 絕對係非常難得㗎。咪等你支持女女㗎？要，係啊！但係咪第一次行 show 㗎？係咯。係啩？個女有冇話好緊張啊？緊張咪有佢咯，等佢試下咯。但係你自己有冇俾定啲貼士佢？冇啊！行咗有冇練？冇啊！試過行啊？冇啊！冇啊！有冇表演天分 ？OK 嘅。女女，如果你係想做 model，你同唔同意啊？唔知佢冇講過。而家一個女行 catwalk 啦，之後其他女女咧，其他女如果都有興趣，O 唔 OK 啊？唔知佢哋有冇興趣咧，冇所謂啦。呢啲中意咪玩咯，唔中意咪唔好玩嚇。睇下着性感。睇下佢性唔性感先。之前知唔知道佢今日會着咩衫啊？唔知㗎。話之前咧，欣宜都試過行 show 喎，你有冇睇過啊？欣宜好啊！你有冇睇啊？做得好。睇點先？點解嗰日唔去支持下佢嘅？支持。佢叫我嚟就嚟啦嘛。即係佢冇叫你嚟。佢冇叫你去。我都唔知㗎，你早啲話俾我聽啊嘛，等我嚟。秋官係藝人，去到學校當然都逃唔過傳媒嘅視線啦。尤其最近有報道指欣宜財政出現問題，大家當然希望秋官盡快回應啦。咁咧，之前有雜誌話咧，欣宜可能即係因為被我啲雜誌唔好聽佢講啊，嗰啲雜誌完全不負責任㗎，你唔好學埋佢添喎，係貶低咗你啊！問清楚你。好咧，我就話俾你聽，唔好信佢。OK。秋官對於呢啲報道都有啲勞氣啊，仲話其實欣宜解僱工人同埋司機都係自己嘅決定，因為佢已經21歲啦，只係想過啲獨立啲嘅生活啫。秋官面對記者嘅提問都一一回應，而喺佢身旁嘅太太官晶華就一直冇回應傳媒任何問題。不過佢由入場開始就一直同泳希研究相機，當泳欣出場嘅時候更加頻頻拍攝，面上仲不時露出滿意嘅笑容添。見到泳欣而家亭亭玉立，又行得似模似樣，大家就知道佢已經大個女啦。最近仲有傳媒拍得佢同3位男子比較親密嘅照片添。作為爸爸嘅秋官，對於女女識男仔呢個問題就抱住好開放嘅態度啦。女女咁靚咧，都好多人追㗎喎。有冇？女仔啊，梗係要有人追啦，係嘛？好似你哋咁。喺內地拍完劇嘅秋官嚟緊就要準備喺新加坡舉行嘅演唱會。對於屋企人會唔會捧佢場，佢就話機會比較微啦。係咪啱啱做完嘢喺大陸翻嚟啊？係啊。OK 啊！係咪之後都會多啲時間嚟香港啊？而家跟住係準備要去新加坡登台。係喎，準備成點啊？而家？準備得七七八八。佢哋會唔會嚟睇你個 show 啊？唔會啩？專登去新加坡咩？唔會。